内行人可不可以给我们曝光一下，就是一般人看樓的話，最容易忽略的隱藏問題有哪一些？我諗一層樓嘅話，係咪一定要揾 surveyor 去 check 呢層樓嘅呢？就 Hello， 大家好，歡迎回來這一期的 The Melodies Club。那麼這一期呢，又是我們的職場系列啦。我們請來我們的常駐主持之一 Celia 成為本集的嘉賓。等等啦，那 Celia 就要給大家揭秘一下。現在我覺得是一個非常相對來講比較小眾，然後神秘，然後一般人可能會覺得，哎，這個行業是不是男孩子比較多？會有女孩子在做嗎？然後以及薪水還不錯的一個工作，那麼就請 Celia 來為大家講一下吧。我們這一期要 talk 的是什麼職業？測量師 surveyor。OK， 咁咩係測量師呢？其實測量師係做啲咩嘅咧？係啦，等我簡單介紹一下乜嘢係測量師。測量師其實係一個 umbrella term 啦。under 測量師咧 surveyor 有工料測量啦 quantity surveyor， 有屋宇測量 building surveyor， 亦都有產業測量 valuer， 同埋有呢個 land surveyor 土地測量。OK， 好廣闊喎。其實佢哋嗰四個咧比較大嘅範疇嚟嘅，每一個都有唔同嘅工作嘅 role 啦。譬如你可以當個 quantity surveyor 係會計師，棟樓要起啦，幾多錢呢？然後你可以當building surveyor 啊，棟樓有問題，呢個人有病喎，你就揾個人嚟 check 下究竟有咩病。你當下醫生咁樣，一棟樓嘅醫生。咁然後有個 valuer 就係諗緊一笪平地，咁你要諗下個發展商要諗下究竟值唔值得去起啲樓咧？嗰個地值唔值錢嘅咧？咁樣。OK， 所以其實你哋嗰個工種係起樓前、中後出現嘅，係啦，可以咁樣理解，係啦。咁你呢個職業係有啲咩時間啲客人係會揾你嘅咧？應該咁問。係應該你係直接對 to C， 即係我哋呢啲普通市民啦，定係一啲可能發展商同你合作係咩係你嘅客人係邊啲人咧？都有睇下，因為咧building surveyor 講喺英國嚟講啦，building surveyor 咧佢喺啲consultant 都有呢啲position 嘅，咁亦都有啲 building surveyor 係淨係做一啲domestic 嘅客戶，即係譬如可能 let's say 你想買樓，你要揾人去 check 你嗰間 house 究竟係 O 唔 OK 咧，呢個時候咧 building surveyor 就出動啦，佢就會幫你去驗下嗰層樓究竟係咪有冇啲咩大問題啊 before 你 proceed 去落呢個俾呢個 offer 嘅。咁我又有多啲概念啦，即係如果你話我買樓嘅時候要揾呢一個 building surveyor 嘅話，咁係咪譬如我而家住喺英國啦，如果我要買一層樓嘅話，係咪一定要揾 surveyor 去 check 呢層樓嘅咧？就 depends on 嘅情況啦，即係譬如話你嗰棟樓係好舊嘅，成50-60年樓齡嘅，咁就好建議你會去揾翻個屋宇測量師去驗一驗嘅，睇下佢有冇啲地板啊木地板有啲咩問題啊，有冇啲漏水嘅問題啊。但係如果咧 say 你係全新嘅樓，然後你又對個發展商好有信心嘅，咁呢一個我就覺得有啲保留嘅，咁你就自己因應自己嘅情況睇下去決定需唔需要揾呢個屋宇測量師 building surveyor 去幫你手咯。所以我有不好意思，我有好奇的，那找一次這個 building surveyor 價錢大概是多少呢？嗱，咁呢一個就都有啲公價嘅，譬如是跟房子的面積算的嗎？還是跟房子的年？跟就是新舊程度。即係俾個 example 大家啦，譬如你想買一個 house 啦，咁佢有幾個 level 嘅，如果你想比較深入啲嘅去 investigate 間樓咧，咁就可能高啲 level 啦。如果你可能表面啲去睇嘅，就 visual 嘅，咁就可能平啲啦。咁都有唔同 level 有唔同嘅 report 啦 ，level 1、level 2、level 3 report 嘅。你一般最便宜是多少？然後最貴能去到多少？你可以400去到1000幾磅都有嘅，depends on 你有幾 deep 啦，想去到嗰個程度。咁嗰個 report 係。首先我再理解一下，呢個 report 其實唔係 compulsory 嘅係咪啊？即係都係買家如果佢想做，其實唔係包辦一啲法例話一定要有呢個 surveyor report 嘅。唔係嘅。OK， 咁所以係自己決定啦，即係睇間樓嘅情況，需唔需要去用到 surveyor？好的，那我有一個迷思，就是我感覺這個行業可能跟就是建築工程啊，還比較相關。我就覺得女生做會特別讓我覺得很哇塞，很 impressive。實際情況是這樣的嗎？
我諗喺香港同埋喺英國嚟講，我都覺得係男性係主導啲嘅建築業。咁呢一個係啦，呢一個喺英國嚟講咧，我就都有同事係女性嘅，係 as a building surveyor 嚟嘅。咁所以其實都冇話一定係男仔先至做到嘅。但係我想講話，因為其實去驗樓啦，或者去做一啲 inspection， 唔單止淨係睇一啲domestic 嘅 building 啦，可能睇 commercial building。其實呢一啲咧都係一啲好體力勞動嘅一啲工作嚟嘅。你去可能擒高擒低啊，去開嗰啲天花去睇啊，呢啲都係啲體力勞動嘅嘢嚟嘅。那要戴就是工地帽。如果嗰個係一個建築嘅地盤，就需要戴就需要戴 safety hat 咯。那所以一般這個行業的人都是需要有這個建築的背景。咁咧，其實我本身我自己咧就有個一個學歷就係關於呢一個行業㗎啦。咁如果有嘅話，咁就方便啲入行啦。咁如果你冇嘅話，其實都唔代表你入唔到行嘅。因為譬如話，我公司都有啲apprenticeship 嘅一啲scheme 係可以俾一啲朋友仔去入去邊學邊做嘅。OK， 那這個 salary 大概是什麼樣的一個情況呢？ salary 嚟講咧，喺英國倫敦嚟講都會可以有，如果你啱啱入行嘅話，都有25K 一年嘅，係啦。OK， 即係如果係一畢業做25K，咁如果我係做到可能3年到5年，可以去到咩位咧？我諗如果4一個都睇下你嘅 experience 啦，即係如果你係一個做咗成50-60年，但係係一個building surveyor，咁呢個就另計啦。但係如果你可能做咗5-6年啦，咁都會有大概40至50K 一年嘅。OK， 即係呢個 average 都有40呢個係至50K 一年嘅倫敦。當然都要睇埋你究竟有冇個 qualification 同埋你嘅際遇啦。可能有啲公司就 prefer 有啲 qualification 嘅。咁可能就會有啲 bonus 啦，幫到你去land 到份 job 啦，同埋個 salary 都可以 negotiate 得高啲，因為佢哋去 bid 一份 job 嘅時候，如果你有個 qualification，都會多啲信心嘅啲人。那我有一個好奇的是，作為內行人，可不可以給我們曝光一下，就是一般人看樓的話，最容易忽略的隱藏問題有哪一些？就是一般，比如說我要買一個 second hand house，就是 second hand flat，就是它表面上看上去都很好啊，就是裝修也很好啊什麼的，但是有沒有可能這種情況也比較新？但是有沒有可能這種樓還是會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問題？哇，意想不到嘅問題咧，就係啲水嘅問題啦，或者啲渠嘅問題，一啲可能你喺嗰個牆後面嘅一啲問題咯。如果肉眼睇唔到嗰啲，你都可以 test 到出嚟㗎嘛？係咪？肉眼睇唔到嘅話，就會有啲儀器可以幫你去做啲 testing 嘅，係啦。我想知道會做那個霉菌檢查嗎？因為我那天刷到一個視頻，就是有一個人在美國，然後他就是花了很多錢買了一個新房子，然後就住了5-6年，然後但是他住在這個房子的時候就一直在生病，然後血液什麼都變成有問題，慢性病，然後肺也有病，然後後來就是直到有一天有人說你是不是有霉菌的問題，然後他們就在家測，然後換了3個做霉菌檢查這個專業的人，然後他們都檢查不出來，然後直到換到第4個，然後他拿着儀器到處掃，就是把牆敲開，然後發現裡邊的保濕棉全部都長滿了霉菌，然後霉菌孢子指數是平常的，就是可能是成百上千倍了，對，然後所以想知道這種問題有可能會有嗎？這種問題一般 surveyor 也會觀察到的嗎？會㗎，呢啲就係需要我哋去用一啲儀器去檢測一下嗰個單位或者個地方有冇咩問題咯。其實最好嘅咧就真係要我哋叫做啲 intrusive survey 去開嚟睇下，因為門表面嘅，譬如可能我哋用一啲濕度計啊去測試喺咗牆身啊或者係牆腳嗰度係測試到嘅，但係都係比較表面，因為你環境好影響㗎嘛。如果你可能成日開住個乾嗰個 dehumidifier 嘅話，咁你好乾，但係其實你 keep 住喺個牆後面或者係啲水管附近，其實都係有漏水嘅話，你所以最好就係有啲 intrusive survey 我哋叫開山口，我哋開啲 opening 咁樣樣咯。咁都係嘅，因為而家啲樓其實有好多都係嗰啲我哋叫咩化妝樓嘛，即係好似 make up 咁樣，又油咗啲油，然後你又睇唔到啲毛，或者係睇唔到啲水漬，咁係啊，呢啲可能都係要請 surveyor 專業嘅人士去幫手。那我比較好奇，你當時是怎麼進入到這個行業呢？你一畢業就做了這個工作嗎？呢個真係一個好好嘅問題，因為我當年我去讀呢一個科嘅時候，
我好記得咩科呢一個科呢個科叫做 surveying 嘅，係啦，building surveying 嘅。那還很對口啊。咁嗰個時候我都係唔知道究竟呢一個職業係做咩。那你為什麼選了這個呢？因為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專業嘅科目嚟嘅，咁亦都係會幫到人嘅一個科目嚟嘅。我想問下，如果要讀呢一科，其實係有冇話，不如我數學要好好，或者係即係咩科嘅成績要好啦？理科成績要好好先入到嘅係咪啊？當年我嗰個時候喺香港讀呢一個學位係你需要讀數學嘅，係啦，想當年即係有啲計數嘅嘢喺嘅成分喺入邊嘅。但係其實我依家睇返，其實又唔需要用好多計數嘅嘢嘅，我自己覺得。OK，即係嗰個時候我係有個需要有一科係 Math and Stat 嘅。但係如果冇讀過 Stat 就唔可以啦。就冇得去揀咯。想當年啊，都好多年前㗎啦，已經。OK。但係你知道啦，啲學位啊，啲課程成日都變㗎嘛。而家就可能唔同啦。OK。那麼你進入這個行業就是畢了業，然後就自然而然的。係啦。那你現在就是你覺得這個行業的 pros and cons 分別是什麼呢？就是做了這麼多年。Specifically 講呢個 building surveying 呢個行業就係，我覺得好處就係對於我嚟講啊，因為都係檢測一棟樓啊嘛，咁其實對自己去買樓啊或者朋友買樓啊都好有幫助嘅。呢啲知識我會覺得係對自身係好有幫助，同埋對人好有幫助啦。我會覺得係一個好穩定嘅一個行業。咁我又想問下，我哋其實上一集講酒店嗰陣時都有問到，即係你呢個行業，我哋而家成日都諗，因為 AI 可以幫我哋手做好多嘢嘛。你呢個行業，你見唔見到 AI 可唔可以幫手做到部分嘅工作咧？如果係其他一啲scheme 啦，即係其他一啲範疇，譬如頭先有講啲工料測量 ，AI 咧係可以幫到啲計數嘅，同埋AI 依家啲系統咧就已經可以幫你去就咁 generate build up 一個 model， 就去計一啲物料究竟要用幾多啊，同埋幾多錢嘅 AI 係幫到呢個行業嘅，好肯定。咁但係如果係一啲對人啊或者啲驗樓嘅呢啲咁嘅工作咧，我就覺得 AI 係仲未取代到嘅，因為你都係好需要啲surveyor 有經驗啊，究竟邊一啲係比較常見嘅問題啊，然後你要去有人去 verify 究竟係咪有存在嗰個defect 喺個樓入邊咯。咁聽落呢個行業嘅前景都仲好似唔錯喎。喺英國其實多唔多就業機會咧？我係覺得係多就業機會嘅，因為有樓係一定住啊嘛，衣食住行係我哋人需要嘅嘢。咁所以我就覺得建築行業係好穩健嘅，never die 喎咁。係 never die 嘅。但係如果要再講多 detail 少少，我自己就覺得新樓如果起新樓嘅嗰啲就會有少少危機，好 base on 究竟你嗰個經濟嘅起落咯。因為如果你經濟未必好嘅話，未必有咁多 developer 想起新樓。但係如果你係做一啲樓宇維修啊、refurbishment 嗰啲咧，咁就長做長有嘅，我就會覺得。那麼剛剛我們講的就是很多優點，那這有缺點嗎？就梗係缺點就梗係有㗎啦，即係譬如頭先講話要成日去，如果去驗樓啦，咁你亦都除咗驗一啲新樓之外，你都會如果係接到一啲industrial building 啊，或者一啲好舊嘅 building，你咧就會都係需要去落手落腳去睇㗎嘛。咁我試過有啲可能係一啲好舊嘅樓啊，然後荒廢咗好耐㗎啦，個環境係好多塵㗎啦。Wow. 你一定要戴住口罩去㗎啦。可能都有少少危險嘅，即係你 make sure 你自己戴頂帽，戴住個工帽去入去做檢測啦。嗰個環境又好昏暗啦，一定要攞電燈啦咁樣。所以呢啲係要係比較小心嘅咯。難怪係即係比較多係男性喺呢一行啊，女性係即係要 tough 啲先至可以做到呢件事。同埋我覺得有陣時你又亦都唔可以怕污糟啦，呢樣嘢係真嘅。即係譬如我之前去驗一啲廁所新樓嚟嘅，
新樓，但係你嗰啲係一個 live 嘅入咗去住㗎啦，啲人已經咁唔係個個人都係好乾淨嘅。咁當我去做檢測嘅時候，我開個天花啦，要擒上去睇個天花嘅 condition 啦，然後開嗰啲渠嘅山口啦，嗰個 plasterboard 嘅山口啦，入去望入去，可能又會好多塵，因為入邊有啲隔熱棉㗎啦。仲要係譬如亦都要去睇嗰個 bath 同埋嗰個 shower 嘅 tray 嗰啲，去睇下究竟入邊有冇毛啦、毛菌啦。咁如果當嗰個 bathroom 唔係一個好好嘅衞生情況，但係呢個係你嘅職業，你都要做嘅話，咁其實係有啲 challenging 嘅，即係。俾個例子，我見過係可能入到去個廁所好多毛嘅，咁就係要揾啲人幫手或者去移一移開啲毛先，因為個頭都幾幫手移開個頭都幾貼落個地下嘅，即係呢一個就唔係一啲咁 pleasant 嘅一啲 experience 咯。但係 as 一個專業嘅人士，你都係要去完成你個 job 嘅。我想問下，咁你覺得有呢一份工？即係啱啱講咗好多話，其實要需要體力啦，又可能係要對人㗎啦，要溝通啦。適合啲咩人去做咧？適合啲你會建議有啲咩人？即係如果佢哋想入行啦，你都要考慮嘅嘢，或者係佢哋咩人咩 personality 會比較適合呢一行？我會覺得係你要鍾意去解決嗰個揾嗰個原因嘅。即係你中意好 forensic science 嗰啲嘢，即係究竟係點解嗰度有漏水咧？你應該要好想去知道去解決嗰樣嘢，即係尋根究底嘅精神有。係啦，尋根究底嘅精神啊！中意查案嘅。係啦，因為真係查案咁樣嘅。還有就是能從就是 problem solving 裡面獲得快感嘅人。係。就唔怕污糟啦，係嘛？同埋都要唔怕污糟嘅，唔怕污糟。OK。那對於想要進入這個行業的人來說的話，你有什麼推薦的？就比如說 starting point 或者 entry level 的 jobs 給大家。其實咧，還有我想問，這個在英國好入行嗎？我覺得係 OK 嘅，可以。因為如果你其實咧好多學校都會有building surveying 嘅 course 嘅，咁你個其中 option 你可能讀完啲 course 你就去apply 啲 job 啦，又或者你可以自己去 approach 啲公司，究竟佢哋有冇啲 apprenticeship 嘅一啲 program 啊，直接去敲門啊，睇一睇佢哋會唔會接受你。即係我完全冇學歷，但係我想同佢講話，我想做你個學徒，咁都有公司願意嘅。都有，一定有呢啲公司嘅。另外或者同事咧，佢哋以前都唔係做 surveying 嘅，冇呢個 background 嘅，咁可能係一個做 marketing 嘅人，咁佢就好對呢行好有興趣，咁亦都可以入咗嚟間公司度做嘅。Wow. 我覺得呢個工種其實幾好，係因為應該個地區性限制比較細。因為你係全英國或者可能全世界都有呢個需求，唔係話即係可能即係之前係 Phoebe 可能如果佢係做酒店嘅，咁比較多係喺倫敦或者唔知愛丁堡咁樣，咁就會多啲工作機會。但係你呢個應該係我覺得全國都好似幾多工作機會係嘛？其實都可以咁樣講嘅。倫敦嘅話就多，因為多人嘅地方就會多樓，多樓就會多工作機會咁樣咯。好的，那麼非常感謝 Celia 這一期的分享，我們又走進了一個比較小眾冷門，但是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職業那麼大家對於這個職業還有什麼好奇，或者對於其他有什麼想了解的呢？歡迎在評論區跟我們交流。那麼這一期的職場講就到這裡啦，朋友們，我們下期見啦，拜拜。